亲像早时代的风，我要学落主，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的风。好，接下来咱来念第二首，第二首是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报人捌主，互人知罪，恩典明明指示，教咱捌主旨意，信心来服侍伊。真水的诗歌哦。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我人捌主，互人知罪，恩典明明指示，教咱捌主旨意，信心来服侍伊。上帝的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去到永远。真水吼，咱真欢喜，咱换年要过新年，明年就是除夕对吧？吼，咱今日有法度同齐伫遮，咱心肝充满喜乐。咱即条咱同齐起立，咱来敬拜赞美，吼，来学乐咱的主上帝，吼。头一首吼，咱要来念，带咱大家来吟诗。要吟诗之前，咱同齐来领受即只圣经节。咱同齐来，所以人若点伫记，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旧的代志拢变做过去，咱踮伫基督内底，咱一切拢变成新的。大家来吟诗，感谢上帝过新年。世间日子真快过，世间日子真过时，今日日上了的事，何况是命无得着，那参与我的安慰，并家的路无延迟。情的告主圣地，情的告主圣地，圣点世间那明白，光明富贵拢康康，这是最世界，金毛你不变老人。今日你不变老人，一代过了过一代，亲像草马当归当，并家天路无延迟，明日的主会讲，明日的主会讲。青春万里拢我心，救主呀我信心，因你大行所得罪，救主和我叫尊心，救主叫我叫尊心，福音真理，福音真理抓紧抱。日日靠主变作新，并家的路无延迟，愿有定心我最心，
有我的恩，你就到呀，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成，所以我真欢喜，较爱夸口我这个软弱，互基督的困难带伫我心。咱大家来念这首批评文典真正大。天地稳定真正大，你的荣光，无论风雨也平静，你拢在做伴。咱就照亮你的温，你应有存，火灾的艰难变这欢喜，烦恼变好去。一个较灵活，互咱稳定拢无散。困难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为啥应景？好地的隆重三家欢喜。真正大，你的荣光，无论风雨也平静，你拢在做伴。咱就照亮你的温，你应有存，火灾的艰难变这欢喜，烦恼变好去。你的较灵活，互咱稳定拢无散。困难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为啥应景？好地的隆重三家欢喜。一个较灵活，互咱稳定拢无散。困难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为啥应景？好地的隆重三家欢喜。好地的隆重三家欢喜。好地的隆重三家欢喜。阿姐，咱将一切音乐，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目睭要夜观来黄山，伫拄则咱牧师带咱的圣歌队伫个会前祈祷的时阵，就讲着讲旧的过去，旧的过去拢要已经过去。伫新的年正的时阵，咱搁较有大的恩典，咱要去掉伫上帝内底，所以咱同齐来领受这些圣经在，咱同齐来，我的万赞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晃，保守你的脚无dur面。阿门。阿门。来，咱去掉主耶稣基督，甲上帝对咱的应允，咱的目睭要夜目来映山。我的目睭要夜观来有山，兴望我主。我的帮赞是对道路风雨，道路修饰。我一切帮赞对主上帝来，伊是创造天地的大主宰。我主无要，互你的脚摇喘，使你平安。主保守你，无遁面的我。
花，叫狗帮在。主的沙洲修，跨过以色列，以莫tôn名，叫狗离不中心。主保修理的高音万古等，永不变忘。伊的家庭的罪里的阴影，我受隐传的更名的心，他永为兄弟，安静明心，也更要为海里。主保修理，免受一切灾害。修理万良，主保修理，何以性命无碍，心心安定。主被保修理，主你的平安，主所合理，对己是高愿望。现在咱同心来祈祷，主比听阮阿爸爸上帝，阮何等的福气！明仔载就要过新年啊！阮这个时阵会当甲众兄弟大家伫你的圣殿，同心来阿罗你，来敬拜你，来向你讨，向你唱出阮心肝内的欢喜甲阮的敬虔。主要说。阮是你所起造的，这个圣殿也是你所起造的。阮伫咧这个时阵，大家伫遮的时阵，是要见证上帝你的荣光甲伟大。主要说，像你教示阮的，旧的代志拢已经要过去。阮若踮伫你的时阵，你要互阮一切拢换新。伫旧的年头，伫旧的年尾甲新的年头的中间，阮切切。心无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求圣神引带阮，真理起造阮的性命，互阮伫光明的日时的时阵，日光看到阮也欢喜；安静的暗暝的时阵，阮也当安眠。因为阮知主保守你，要阮免去阮一切灾害，要使阮心灵更较勇壮。也要保守阮性命的心神安定，保守阮每一个人处理的平安。阮所做的代志，拢要得到你的坚固。阮伫教会服侍，也要得到你的欢喜。恳求圣神，你引带阮每一个人伫家庭内底，家己阮的工作，甲阮教会服侍，拢得到上帝你的大祝福，甲大智慧、大快乐，互阮。伫阮的性命内，以好力得到更新，得到坚固，互阮性命真理的根基更较勇壮，活出上帝你对阮的欢喜。敬虔拜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那这请坐。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亲爱兄弟平安。即条咱做伙用吟诗了学到主上帝。信诗是信诗第307首，当信心伫我的心，请兄弟起立，咱吟全首。请坐。即条咱同心来祈祷。只想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主宰，你是全能永光的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的信息甲慈爱，每早起拢是新的，我每一天拢充满你丰盛的恩典。愿敬虔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主啊，即时是岁末年终的时刻。阮的心充满感谢，感谢你阮台湾，互阮每一人的家庭、工作甲身体，拢得到你的恩典甲保守。感谢你伫这一年当中，有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虽然阮的环境有时有黑暗，毋过你的话就照光阮的路途，互阮袂迷失。主啊，求你怜悯，赦免阮这一年的过犯，求主耶稣的保护，洗清阮一切不义。也互阮伫年尾时会当放下一切重担，有一个清气圣洁的心来迎接新的开始。主啊，恳求你引导阮教会的事工，引导阮每一项服侍的方向，拢是照你的心意来推动。求你将属天的气力甲智慧，大大赏赐互蔡牧师，互伊伫领受你的话语、锻炼有根的时，满有稳固甲权柄。有信心引导阮的长子同工，会当同心合意，互相扶持，帮助牧师，甲正同工同心来服侍。嘛激励阮每一个兄弟有传福音的热心，做伙带人归主，发展教会来拍拼。听阮的主，感谢你透过圣经的话语，甲信心的引带，互阮每一天甲你搁较亲近，搁较明白你的话语。新的一年，阮要搁较来仰望你，求你坚固阮的信心。无论拄着啥物款的环境，阮相信你会亲自带领保守阮的脚步，活出充满见证的活命。阮将荣光归伫你的名，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说下咱来启应文第29篇，诗篇第119篇，启应文29，诗篇119篇，
伫信息后面1051页。现着我来客请下这来译，因为无通指责。第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听趁上主的教示。第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感告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续到永远。以上，即点咱要邀请圣歌队来带咱献诗。圣歌队今日要献诗的歌名是《所有美善的力量》。
感谢圣歌队用美好歌声传咱来学乐上帝。即条请下这起立，咱做伙用心的改名，咱坐下来念，请。尽心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个条界是专用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心的改名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下这请坐。煞者咱做伙来强守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彼得后书第1章16节到21节。彼得后书第1章16节到21节。信约第273面，272面。因为阮平素，互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权能，甲伊的降临，毋是用技巧无影野话，就是亲目看见伊的大威严。因为伊对爸上帝得到尊贵荣光，迄时对基督的荣光有即号声告伫伊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即个声对天出。阮甲伊伫圣山的时听见，搁咱有先知的话搁较坚固。恁对伊伫遮的时好，亲像顶照伫黑暗，到伫天光，启明星出现伫恁的心的时。第一，着先知，既然圣经中先知的话，无通趁书徛的意思来开拆，因为袂有先知的话对人的意思出。就是对上帝来的人，互圣神感动来讲。以上。所以咱要请牧师来证道。牧师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圣灵感动的话语。将以下时间交予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个小年夜的主日，先甲大家恭喜新年，总是咱新春礼拜原来的纪日来吼。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听阮的爸上帝，阮献上满心的感谢。主，你互阮对年初到年尾，阮有甲主你相同行。2025年已经经过，阮要迎接新的一年，总是主你赐互阮帮助阮，因为安尼，阮通平安伫上帝你的欢喜内底，阮通做伙自执伫主你的圣殿。亲爱天父，检采侪人伫赶紧要转中南部故乡，也是世界有安排行程导合。主，阮相信，遮个拢是主你已经安排定着伫因的家庭，伫因的家族。主，阮将因的骹步也仰望交托伫主你的圣手，保守阮众兄弟姊妹，无论伫圣殿敬拜，也是出外导合，拢有上帝你的平安。出人意料的平安踮伫因的中间，也互新正年头的欢喜甲快乐会当对安尼那过天。主，阮献上阮的感谢，亲爱的天父，阮将上帝你的话来开启，总是主，阮恳求你，互阮对伫戆人通达的智慧，平平赐福阮众兄弟姊妹，也互阮伫新的一年通照主你的话来行。阮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我毋知影你伫圣经内底上意爱倒一个圣经的人物。有个人讲雅各互骗着大囝的祝福，迄个福气足大的。有人讲即个保罗，因为伊足有讲道的文士。
我个人对伫彼得印象介深，因为伊爱恨分明，爱恨分明。咱过年的时阵毋知影咱拢安排去佗，咱拢会安排去行村对无？可能咱会去大自然检采去逐所在去行行绕绕咧。若传统宗教的即个咱的厝边隔壁，可能你捌听伊要去佗，要来行天宫要行天宫要创啊？伊讲我去遐领受祝福啊，行天宫去拜拜总是即马咱可能要坐车入去到遐人客人人山人海，非常的多人。检采咱毋是干那伫平面平面迄个十字路口遐个经过路拢无方便因为塞车，因为人足多，伫遐要拜拜。检采是伫地下嘛人足多。咱知影迄个外口面，迄个行天宫的外口面有即条地下街，即条地下街叫做啥？叫做命理占卜街啦算命的。我伫即个差不多前2礼拜经过的时阵，冷清清无啥物人因着过年要趁即波啦过年的时阵要做生意，拢是做生意我相信咱若我是知影咱袂去开迄个钱啦你若会开迄个钱，你袂坐伫遮啦总是即个占卜师伊也安尼甲咱讲，铁口直断讲你将来发生的事铁口直断。但是铁口直断安怎？讲到尾啊，差不多讲到得要你钱要落互伊落互伊了后伊甲你加一句讲即个世间事无定对啦，8、9成我8、9成讲对啦，正确啦。但是安怎？生事在天伊敢若甲你讲即句咧，讲奇怪，我头拄仔钱敢若弄毋对去搁扣8、9成，要无我搁扣10箍转来你甲我收100箍，我甲你扣10箍转来，拍9折安尼因为你着甲我讲8、9成即个占卜其实是咱人拢有一个心内的期待，就是讲我的未来是毋是会当掌握伫家己的表现甲计划。咱新的一年，谁哪咱想要讲知影将来要发生的事，这是人的通性啦，人的本性，拢会安尼咧期待。总是即个预言，也是讲准备要先知影将来发生的事，每一个人拢有即款的疑问，检采咱拢会好奇。总是即款的好奇，即款的疑问中间，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咧讲的，拢是真实的，拢是真实的。即个真实的代志，检采还未发生，但是伊伫写彼得前书的时阵，已经先甲兄姐讲我对圣神所了解的。彼得前书讲一项讲，亲爱兄弟恁掠准火炼的试验要临到恁毋通诚做奇怪的。即个是讲啥？即个是咧讲，迄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尼禄。尼禄皇帝，伊是一个真要以即个水整个城市的即个美观，即个水的感觉，所以伊想讲我伫即个罗马即个城市内底统治遮尔侪人，检采罗马公民因好野啦厝诶拢大间厝砖头足水诶，迄我足欣赏诶我嘛足意爱诶。但是咧，一个城市内底有好野就有宋乡宋乡人住诶就是亲像贫民区啦咱前2礼拜即个新朋友伊对九龙遐来九龙有一个九龙城寨，毋知咱捌看过无？九龙城寨迄就是一寡较当咧拍拼、当咧努力，佫无讲欠足侪钱，无啥物收入所以住拢住足客的。检采住足客，迄个那亲像迄当时罗马皇帝尼禄就讲，迄住甲遮尔客，迄有通困，有通食好饱足。恁敢若期待这，恁拢无期待讲恁住的所在安那
起做了水，所以恁起做了足歹诶，无好看。伊敢若为着即个理由安那，私底下啊，叫伊诶士兵，嘿，你过甲因放火烧掉吼，灯起哦，迄足歹看诶，我无爱。尼禄皇帝因为安尼暗时啊放火烧遐个无水诶厝体，检采整个罗马城市内底即种诶建筑物佫诚济，所以开始有人咧讲，哪会暗时啊火烧厝？啥物代志？大家咧惊吓，检采迄个火吼，咱讲煽风点火吼，火会安那？毋是干若倒伫迄个宋乡人诶厝，佫倒伫啥？罗马公民的厝，罗马公民就开始调啊，开始讲啊，讲啊奇怪，那这火咧烧甲安尼，所以开始咧敲找凶手，啥物人放火？尼禄皇帝听到即款公民的声音吼，伊就知影讲啊，当代志大条啊啦！我迄个私底下吼，甲迄个城市吼，算讲为着美观的一个缘故，要甲建筑物迄个无好的要甲烧掉的。即个私底下派士兵去做的吼，可能会逼空哦，可能会逼空，所以伊找一个替罪羔羊，什么人？基督徒，无毋对，找基督徒讲啊，我甲你讲啦，伊去放遐个谣言吼，毋是对的代志吼，伊去放谣言讲遐个放火烧罗马城的拢是基督徒啦。公民大家听着，罗马公民听着，气不噗，讲哪安尼？你哪会做这个代志？大家开始全民公敌吼，全部的人将基督徒拢甲搞出来。阮对基督徒对耶稣，大家人是真火热的心要对耶稣。迄伫路的烧酒问讲，平安哦，今日要来教会哦。路的会烧酒问。但是自迄个迫害出来了后，就会袂烧酒问啊！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咱心知肚明就好，毋爱讲安尼随着安尼拍招呼讲平安，啊人就随人出来。哦，恁基督徒，吼，安尼我甲恁拢总送到官府吼，恁是放火烧罗马城的凶手，因为即个代志。所以彼得前书伫即个代志发生正讲，火炼的试验要临到恁，迄个火是真正来的。谁那讲火炼的试验？因为遮个受指责，无影遮个指责讲恁是放火烧罗马城的凶手，遮基督徒，伊伫尼禄皇帝备办，伫贵族大家车花宴乐欢喜的时阵，迄个餐会中间讲。啊！日头落山，当阮若无照光的光明，要安那咧？伊就讲士兵啊，将迄个火把吼，火把甲点起来。火把点起来，其实嘛无啥物，就是照光的功用啊。奇怪，迄个火把哪会叫吼？叫甲佫足凄厉的吼，哪有迄个声？顶明白的迄个燃烧的燃料是啥？基督徒。基督徒绑伫遐，检采毋是亲像耶稣顶是一个，毋是用足济茶顶的，是敢若基督徒绑伫迄个茶顶面放火烧，放火烧了后讲，哇！尼禄皇帝讲，看，即马我请恁来即个欢喜的即个餐会，暗时啊会当继续欢喜，因为阮有照光啊。我若伫遐，我食袂落，检采我无可能去啊。检采迄个中间是晚年啊残忍的，基督徒伫遐受到迫害，彼得伫即个代志还未发生的进前，情书4章12节讲，火炼的试验要临到恁，恁毋通掠做奇怪。基督徒毋若受到安尼的迫害，佮拄着就是当罗马帝国因的审判了后，基督徒才会放火烧的罪行。伫迄个插伫迄个即个尼禄皇帝伊的餐会，伫遐照光明，无够安尼罪行，佮安那，甲基督徒规定下伫罗马竞技场的内底。竞技场迄是啥物？路咧遐个有溃烂，但是烧战战书遐个战书吼，烧战亚都烧台，因看安尼足刺激、足欢喜的。
但是当迄个烧台过程安那，基督徒无摕刀啊，伫遐竞技场内底，伊讲一个娱乐节目，就是将遮个狮霸虎啊，遮个野兽甲放出来，讲伫遐狮虎霸遮个会走入去即个竞技场内底食遮个基督徒。罗马公民看这足刺激、足欢喜的，但是基督徒伫迄个时代面对着即款生命的威胁，这是真实。伫彼得要未即个代志发生之前，伊对信心呢，伊领受就是即个代志特别来啊！恁咧对着魔鬼，亲像即个咧叫的好狮遍地游行咧找吞食的人啦。即个代志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当时迄个时阵的迫害，彼得前书讲的拢有影，毋是敢若8、9成，是真正发生的。所以咱看到彼得前书的时阵，其实咱会体会到彼得是一个真实在的人。伊真实在，掩彩伊也是使徒中间的领袖。伊带领初代教会中间，伊伫义上领受讲拄着迫害啊！基督徒恁毋通拄着即个迫害，恁着忍耐，恁爱坚强，恁爱勇敢。即个背景就是伫何书咧写作的时阵，彼得何书咧写作的时阵，第3章第1节，伊讲爱激发恁真实的心，恁信的是真实的。所以，恁真实的心要继续牵调伫即个信仰。3章14节，伊讲恁着温困。即个温困是啥物？温困是讲恁毋通因为即款的迫害，恁着愈忍的，恁着愈感觉讲，我家己一个人踮伫厝的，我莫去信即个信仰就好。其实是愈温困，因为恁温困的中间会看见信仰安怎改变一个人。3章第9节。伊讲无愿意一个人沉沦，是愿意人人拢悔改。所以彼得何书伊咧写作，搁写即个册，要写互遮个基督徒拄着迫害的时阵，伊讲无愿意一个人沉沦，是人人拢会当悔改。基督徒当遐看到侪人伫受掠去做火白顶面。伫掠伫遐咧照光，也是去到伫罗马竞技场遐受狮伫遐拆食萝卜，遮个代志咧发生的时阵，信徒相信即句话，讲无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悔改，所以愈温困愈诚实来传因的信仰，殉道者的鲜血，带领即个教会一步一步建立起来。当时的人信主，因是抱着一个我无准时时间无定着的时阵，就要为着耶稣来丧失性命，所以因有愿安尼起调咧，因为因相信因未来拢有上帝咧保守因，咧看顾因伫咧手。所以，即个背景的中间，愈温困来传福音伫因的中间。当时你想，即个代志，我讲过去彼得讲的是事实，到呾咧？到呾犹原有迫害啊！伫印度，即个是一个基督教媒体的报纸写的即个新闻，伫3冬前曼尼普尔邦，印度咱知影拢是一个佛教的国家。27个庄社伫遐受到攻击，即个攻击就是讲做基督徒，对因来讲做基督徒是背家佮背祖，所以因若信主，因就爱抱着即种我有可能我的厝边隔壁会来攻击我的即种心理准备。所以当时即个3冬前的时阵。即个攻击就是检菜是因的厝边隔壁，逐日咧拍招呼讲，早起起来早安你今日好无？食饱未？
安尼咧互相拍招呼的人，因为知影讲你是基督徒，伊就安那，伊就开始攻击，开始找遮个通攻击的基督徒的村民。像那讲，伊新闻内底写村民，但是真正伫遐拄着攻击的，检采教会去互烧掉，拢是基督徒。迫害到呾悠远存在，只是照着无共款的形式，伫世界无共款的国家咧产生。上帝要爱咱看见彼得前书悠远，彼得前书后书所写上帝的话悠远，对今仔日咱的社会，对咱每一个人咧讲话。当咱拄着迫害的时阵，要安怎？要安怎来超找生命的道路？所以今仔日圣经在帮助咱了解，保罗对教会提醒讲，这毋是咱去对遐个怪卡捏造的遮个敷衍哦，毋是空空的啦。我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彼得所讲的是真实上帝赐予伊的真理。彼得伫咧写作，伫咧后书第1章这段圣经节的所在，伊两项事有提起，一项叫做亲目睭看过，检采家己亲身有听见，这是咱讲视觉，也是咱讲听觉，拢会当体会到，拢真正知影实况的感受。所以即种的感受的时阵，伫咧福音第一线，迄个真实的状况。伊要将这个传承互将来要面对着迫害的基督徒，这是彼得对教会的提醒。咱信主无影，逐项拢是干那祝福尔定。阮会拄着迫害，阮会拄着人因为无愿意讲你基督徒，无愿意认同你，颠倒甲你攻击。这是彼得对教会的提醒。所以，伫即个提醒的中间，咱要安怎搁较轻调伫信仰咧？咱搁较安怎轻调伫信仰？彼得回想到伫伊对耶稣，回想伊对耶稣的过程，伫马可福音第9章第20到第6节，伊讲过6天，耶稣带彼得去悬山，然后耶稣伫因的面前变了形象，耶稣伫遐。衣裳白甲发光啦，面容嘛光影影，互因袂看见，互因感觉讲哇，哪会遐光明？因手暗咧，感觉讲家己无通伫迄个光明的内底。9章第5节，彼得迄个时阵讲话，讲列比啊，就是老师，讲你互阮会当做伙伫遮真好，所以阮起3座布棚。伫遐一座是互耶稣的，一座是互摩西，搁一个是以利亚。因为伫光明的中间，耶稣变相了后，边仔两个人，迄两个人面容哪亲像摩西，另外一个哪亲像以利亚。当时彼得咧讲起3座布棚大寮啊吼，这三座寮啊，这伊咧讲啥吼？伊家己其实拢毋知啦，因为伊惊到吼想讲无我讲即个话吼。我缓和一下气氛吼，互我心内底莫遐惊吓吼。但是彼得后来做初代教会的领袖，真正惊吓的是啥物？真正惊吓的是，当伊带领人来信耶稣基督，因拄着生命迫害的时阵，毋知要轻调倒一项较好。所以伊甲因讲即位耶稣啊，阮所信的即位耶稣。伊迄当时领受到的是伫山顶变了伊的形象，伊是人主，伊是道成做肉体，是天顶的真理来到世间成做人。当彼得伊安尼咧交代伫初代教会的时阵，一个要紧要互因知影的，就是伫即段神秘的经历。迄个去到伫山顶的，敢若彼得甲另外2个使徒，所以这段经历无讲足侪人知影。当时嘛，无足侪人受传播讲，原来彼得和耶稣因去山顶是拄着即个事。当时无人知影，因为当时耶稣有甲因交代，
讲人子还未对死搁活成，你毋通将所看见的甲人讲。就是即个代志所发生，毋若是亲目睭看见、亲耳孔听见。耶稣甲摩西甲以利亚伫遐，若亲像三个光明的中间，伫遐人袂看见，总是伫遐咧讲话。啊，然后咧，一蕊云彩落来遮看因，即个云彩中间有声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恁着听伊。耶稣就吩咐因所看到的毋通讲，但主已经搁活上天，所以彼得即个藏伫心内底，即个真神秘的景象，当会当讲出来啊！哦，心内得到真大的头棒，讲耶稣甲阮讲哦，无对死搁活袂使讲，啊，即马会使讲啊！检采即马是对的关键要讲的时机啊！即个关键的时阵就是。基督徒拄着迫害，当人拄着艰苦、拄着迫害，你更加需要有牵条你的信念，牵条伫你的信仰内底。所以耶稣过活上天了后，即个信仰所牵条的，就是彼得当初时所领受的。这是我所疼的囝，恁着听伊，咱着听耶稣基督所要对咱吩咐的话。也捌往天咧看，所以咧看的时阵，咱搁较清楚。19节圣经19节，伊讲先知搁较确实的预言，就亲像灯照伫黑暗的所在，然后到天黑暗特别曝光的时阵，即个曝光的黎明的星星，叫做启明星，伫恁心内出现的时阵。迄个时阵，恁就会感觉讲，即个真理是通确信的。所以原文咧表达即个更确吼，即个咧表达的是搁较真实、搁较确信、值得信靠的。所以彼得咧讲的每一句，拢是100%会当来确实实行伫咱的世间，将来一定会出现的。夜捌望天，看到启明星。咱有安尼的确信，所以今仔日圣经节要帮助咱。基督徒你会拄着迫害，总是即个迫害中间，咱有几项事，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关系着预言，咱今仔日看到何书的记载，讲这个既若圣经中先知的话，无通趁书徛的意思来开帖，也检采。这个上帝所讲，上帝透过伫彼得真何书，伊咧讲起的预言是啥物？我伫遐咧准备的中间，看到每一句伫咧真何书咧写的预言，即句伫真书第2章第6节，伊讲经上记载，我所拣选所宝贵触角少，下伫锡安，信靠伊的人无抵到见效。这是咧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做咱信仰的根基，触角少伫遐徛在，互整个躯体袂动摇。所以，即个触角少也成做咱信仰的根基。罗马书9章32节的所在，检采咱会当去看，讲信仰的触角少，伊的翻译讲做絆骹少。你若行路的时阵，骹去踢着活绊倒。即个絆骹少，伫罗马书9章32节，检采罗马人、罗马公民无信主的，看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互因的路径，拄着絆骹少。但是当咱安怎看信仰的时阵，咱讲有一定经学教师、法利赛人，因讲遵行律法，会伫上帝面前称做义。这当因拄着耶稣基督，讲既若信靠耶稣基督，就会当得到称义。所以耶稣也正做因的絆骹少。当安尼的时阵，咱看到彼得伊伫遐，咱要安怎来了解上帝所下的即个触角少，正做咱信仰的根基。具体咱来讲，当彼得安尼透过今仔日圣经节，要来互咱了解，
无照着书徛的意思来解读圣经的真理，咱听会出来啦，咱听会出来。若是照着圣神的感动，伫遐解读上帝的话，咱听会出来。因为迄个书徛意思，你听着上帝的话，伊解读了后，最后是为着伊家己的利益，为着要祝福伊家己，兼且是伊家己的家庭家族。圣神的感动是祝福伫建立信靠伊的团体的中间，祝福伫迄中间，虽望拄着苦难，拄着迫害，犹佫会当平安搬过遮个事。所以无照书徛的意思，伫遐会当分辨的，这是咱具体要行谨慎咱所听到的真道，因为你听到，兼且当你逐日咧看上帝的话中间，你会当听到讲台顶所讲的每一句所出的话，伊是毋是照伫圣经咧讲，也是伊要利益伫伊本身，这咱爱真斟酌来听。第二项，上帝要互咱看见伊的真理，看见即个话，亲像灯咧照伫黑暗的所在。所以恁听遮个语言，恁爱真细致，亲像天铺光，迄个启明星伫恁的心内底出现，迄才是好的。咱看到启明星，另外记载就是耶稣出世的时阵，当一暝久长咧期待。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怀孕得要生耶稣，迄个生出耶稣了后，天顶发光的启明星，照光才会顾样的讲，恁要去抄找迄个拯救的启明星，也诚做讲，当时受迫害基督徒，伊无早也捌看十字架，伊也无法度看耶稣的面容，看耶稣发光的面，也无法度讲。彼得啊，恁来互阮看，互阮心内底有确信。无有迄个看会到，心内通期待，心内通定到的。所以因只有安那，毋是仰望十字架，毋是仰望耶稣基督，也无法度仰望伫彼得即个信仰的领袖。因只好期待夜头看天，看到悠远光明的。就是天铺光，迄粒启明星伫因心内底，那像一个，互因看到望的象征。世代咧转变，咱当也还佫有看到侪上帝要起造上帝的旨意，要定着伫遐，要起造教会的所在，拄着迫害。兼且因高举十字架的时阵，因就要面对着迄个真理。会拄着迫害，因的厝边隔壁会真做对敌，所以当因夜目看天顶普光的启明星，因就搁看见望。求主帮助咱，互咱看见咱的新的一年，搁较看到这期待信仰福音的呼声伫咱的中间，伫咱泸州每一个咱的厝边隔壁，毋若是看到因是迫害宗教。是因会当对伫上帝的真理来领受祝福，同心来祈祷。主，阮献上阮的感谢，天顶的爸，阮的上帝，彼得伫阮心内，伊所讲，伊所拄着真实的经历，伊也对伫伊的经历甲上帝的话中间来讨放即个真理，即个见证。就是要互阮正兄弟姊妹也对安尼来行。当阮拄着性命，因为阮信基督来拄着威胁的时，恳求上帝帮助阮，赞阮的气力，赞阮的勇气，互阮刚强壮胆来面对着遮个事。亲爱的天父，检测阮今日所领受是上帝，你透过圣经的话对阮讲，也求主你伫阮的心内做工。互阮心内起条，就是安尼会当勇敢来宣告耶稣基督做主，耶稣基督做主，是阮生命的主宰，也是阮家庭的主。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
感谢牧师美好的信息。即条咱做伙念回应诗，是信诗第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遐这起立，咱做伙念全首。即条咱当心人奉献，请属下的同工来集合。在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
姐请坐。坐者，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彼得后书第1章21节。咱做伙来读2遍，请。袂有先知的话对人的意思出，就是对上帝来的人，互信心感动来讲。袂有先知的话对人的意思出，就是对上帝来的人，互信心感动来讲。彼得后书第1章21节。今日毋知有第一届来的兄弟无？好，没有哈。好，今天我来做教会曙光消息的报告。本会消息第一，小会公告2月22日，咱是年头礼拜9点开始吼，咱主日礼拜后要召开2026年年度的定期会员好会。在职现有的陪参会员名单已经公告，若有错误还是无漏交的，请伫2月15进前，以书面向小会提出更正。嘛，请大家踊跃来出席，共同来关心教会事工。第二，2月17礼拜2上午9点，咱要举行新春青纱礼拜，咱是联合礼拜，敬邀咱兄弟全合家做伙来教会做礼拜。向上帝献上咱的感恩，并且领受上帝的祝福，请大家以感恩的心，谢念上帝的恩典。过去1年，感谢上帝时时刻刻的带领甲保守，嘛为旧年来感恩，为今年来备办，奉献伫上帝这段情。教会有准备红包，要祝福伫前100名的兄弟，讲好信息吼，咱礼拜礼拜结束了后，请大家留步，咱要来拍摄全家福的相片来留念吼。好，第三，咱每礼拜3暗时8点，咱有读经基督会，嘛邀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咱来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互咱搁较得力蒙福。本礼拜3 2月18，因为拄着咱春节假期吼，所以咱基督会是暂停的。那后礼拜3的2月25的主日是请咱纪丽娟执事，进度是创世纪的第7章。就是礼拜了后，咱1楼的礼仪厅沙发区，咱是互来新人的即个接待区吼，请同工协助新人来就座，来请兄弟来让位吼。基体相当的部分嘛，请兄弟伫咱灵修基体是为咱的兄弟的需要来代祷，嘛为全世界的即个气候暖化等等的灾情来祈祷。牧师，毋知要补充报告无？好。即只咱来念尾变诗，信息393首，乌老全人稳定主宰，请兄弟一起哩念全首。临时煞，咱请牧师来教导。心来领受对天来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疼叹，圣囝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牺牲流血，洗清你我的罪过，搁我来成做阮的救恩。圣神上帝时常提醒阮，当阮拄着困境，甚至是信仰拄着迫害的时，会记得耶稣做阮心内的主。也记得伊赐阮的话，成做阮的活命，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请坐，来到闭会。